为着要推动转型正义，行政院今仔日通过国家机密保护法，佮有政治档案条例修正草案，包括要甲永久保密的规定撤掉，而且嘛要增加落实机密的人员，若是返来台湾，就要通报的义务甲法则。 蔡政府持续推动转型正义，行政院18通过国家机密保护法加政治档案条例修正，删除永久保密的规定，改造保密超过30年应该检讨保密的必要，避免伤济爱保守秘密。同时扩大解密政治档案，也加强化对受监控被害人恩赐保障。 那也配合国密法的修正，我们删除了永久保密的文字，同时增列除了 解密会造成涉陆地区的情报的人员，或是工作，或者是国际情报工作布局受到严重的危害之外，应该要持续每3年检讨之外呢，这些分离的元件自此要在40年解密。以这种要延长定期检讨的这一些规定，可能必须注意，假如时间到，相关单位没有定期检讨。 要怎么处理？学者支持政治档案解密是寻求真相的管道，认为无涉外的国家机密必须都要公开。另外，伫国家机密保护法嘛增订涉密人员回台通报义务甲法则，必须要伫回台了后7个工作日内通报。违反返台通报的非机关现职人员，得处2万至10万的行政罚款。 两部修正草案要函送立法院审议，国发会加法务部拢希望会当进一步修法通过，使国家机密保护制度更加完善，实践转型正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